永豐有成機委外生產的烤地油，也有高氧酸甲停無的烤地油，攏驗出苯並芘超過標準。源頭攏是維嘉國際公司甲家己的原村製油廠。檢方是懷疑講，這維嘉買的烤地紙，講是台灣生產的，毋過煞是有可能有南中國進口的。後續因閣甲這個原料交予原村代工，所以講這陣是甲這維嘉生蛋的採購人員，也閣有生蛋的中華商，攏去予檢方聲押檢檢。佇無啊排卡榜，維嘉國際四度實際負責人互檢調約談透明核審了後，100萬塊交保，現金的登記負責人是50萬塊交保。今日地檢署民123條的維嘉生蛋的採購人員，先後聲押檢檢，線線採購是30萬塊交保。看到鏡頭佇個翕緊用物件查面，採買生蛋的中間商相關互聲押檢檢，北檢測試出動真濟人搜查，甲5個人帶轉來對查烤地油10萬的風波。就是這款永豐有委外製造所賣的在地金輝小谷烤地油，經驗出苯偏比超過標準，經過業者自主通報才逼出來。所來市面的高氧酸加停摩烤地油，也發現有各樣問題油的源頭，攏去向維嘉公司加家己的原村製油廠。北檢懷疑維嘉公司採買國產在地原料，實際上敢若是有進口中國烤地紙來冒充的，結果互原村代工來生產，所以依照憲法早期虛假標記這方向來偵辦。那北檢有動作，加檢到一天也分做真濟路所在，原村製油廠梅山地油生產合作社這所在，閘口正回單據，約談業者4、5兄弟，審問了後先請回，會繼續調查烤地油驗出苯偏比原因，也閣是毋是牽涉知影無通報這疑點。了開記者會，中聯油脂三大股東泰山福壽加福茂油董事長做伙一鞠躬來謝失禮，因為國內的著岩油的風暴。是對中聯的大豆沙拉油一直來探開的，軍中檢也閣再出手來進行第4波的搜查。中聯、福壽、泰山公司董事長及福茂公司總經理等4人，分別預支加保300萬元。這擺搜查範圍有中聯、福壽、福茂、泰山這4間公司，約談加通知被告甲證人，總共18人到案。審問了後，中聯、福壽加泰山的董事長加福茂油總經理4個人攏互增加交保金，總計交保金分別是900萬到2300萬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